保時捷發動機漏油漏水，機油消耗，排放藍煙，加速無力，油耗增大，經常高溫，積碳嚴重。呢個係車輛到達一定公里數嘅時候必定會遇到嘅情況。處理以上問題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就係發動機 rebuild， 全部打散清洗，整備翻新。我身邊呢兩台保時捷卡宴 EA837 發動機正在施工中。大修發動機係將發動機拆卸落嚟，全面解體之後，用超聲波清洗發動機機件、磨氣門，然後重新組裝。電腦測試、路試、終檢。更換嘅零件包括一套發動機大修包、部分外部水管、過渡輪正時系統、鏈條、鏈板、活塞環。咁樣唔單止解決發動機燒機油耗大嘅問題，仲可以將發動機異響、漏油漏水、積碳多嘅問題一次過全部解決。好似呢台發動機咁，做一次 review 總共嘅使費唔到3萬，仲有3年10萬公里嘅質保。